歡迎大家返嚟我哋探討巴克名著認識神系列嘅解釋。今日我哋要進入第5集。講真，我哋一齊嚟睇下人類歷史上絕對係最令人震撼嘅一個。現實呢係一段非常奇妙嘅旅程，我哋會直接切入成個基督信仰入邊最核心，但亦都最不可思議嘅真理。準備好未？我哋而家就開始。你知唔少人都覺得基督信仰真係好難令人相信呢個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哋嘅大腦本能上就會對啲超自然嘅嘢打個問號。但如果你靜落嚟仔細諗一諗，喺成個基督信仰入邊最難以置信嘅究竟係咩？你覺得係耶穌喺水面行路，又或者係叫死人復活呢啲神蹟嗎？又或者係一個人死喺十字架上，竟然可以代替成千上萬人嘅罪？又或者係耶穌從死裏復活？其實呢，頭先提到嗰啲，通通都唔係最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嘅主張。最令人震撼嘅宣告唔係神蹟，唔係復活，亦都唔係十字架，咁係乜嘢呢？係嗰位創造宇宙、托住萬有嘅永恆創造主，竟然變成一個極之軟弱嘅嬰孩，甚至喺伯利恆一個簡陋嘅馬槽入邊出世，呢個先至係最難令人相信嘅現實，亦都係全宇宙最偉大嘅神蹟。咁就帶我哋去到第一部分，最偉大嘅奧秘。道成肉身絕對唔只係一個好悶嘅神學概念咁簡單，佢其實係成個信仰最根本嘅基石。巴克講得好準，佢話道成肉身係解開基督信仰入邊所有其他奧秘嘅鎖匙。呢句真係一針見血。你諗下，只要你相信上帝真係變成咗一個人，咁其他嘢根本就唔算難題啦。神蹟對創造宇宙嘅神嚟講，嗰啲根本係舉手之勞啫。復活，如果釘十字架嗰位本身就係生命嘅創造者，佢係由死裏復活，完全就係理所當然嘅事啦。咁跟住第二部分，我哋睇下佢究竟係邊個。要真正明白當年廢喺嗰個又污糟又臭嘅馬槽入面究竟係邊個，我哋就要翻開約翰福音第1章。使徒約翰係咁樣形容到噶，佢話佢係永恆嘅，喺萬有存在之前佢已經存在，佢係有位格嘅，同神同在，而且佢本身就係神，佢係創造主，萬物都係藉住佢做噶。更加重要嘅係，佢係生命嘅源頭，呢啲屬性喺我哋眼前建立咗一個好宏大、無限嘅上帝形象。請你先將呢個浩瀚無邊嘅形象深深記喺腦海入邊，因為跟住落嚟呢個轉折，絕對會令你驚嘆不已。跟住聖經宣告咗一句極之令人敬畏嘅話：道成咗肉身，住喺我哋中間。哇！耶穌絕對唔只係一個帶住神聖火花嘅好老師，亦都唔只係一位偉大先知咁簡單。佢係永恆三位一體嘅第二位格，佢係100%嘅神，但同時亦都成為咗100%嘅人。呢唔係話神性減少咗少少，又唔係話人性加咗少少神性，都唔係。佢係完全嘅神，加埋完全嘅人。一個位格，同時擁有兩種本性，所以嚟到第3部分，佢到底放棄咗乜嘢？呢度自然會冒出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如果耶穌完全係神，咁佢點會覺得累、會受苦，甚至會死呢？佢到底放棄咗乜嘢？歷史上有一種叫做虛己論嘅講法，認為神成為人嘅時候，會暫時失去一啲神性屬性。但巴克非常堅決反對呢個錯誤觀念。事實係耶穌完全保留咗佢嘅神性。你諗下，佢喺世上嗰陣可以平息風暴，睇穿人心，赦免人嘅罪，甚至叫死人復活。呢啲絕對唔係一個能力打咗折扣嘅神做得出嘅事，係咪？呢啲都係淨係上帝先做得到嘅作為。我哋可以咁樣想象下。有一位可以舉起幾百公斤嘅舉重冠軍爸爸，當佢好溫柔咁抱起佢初生嘅寶貝女嗰陣，你覺得佢會用盡全力去抱咩？梗係唔會，佢一定會刻意收住自己嗰股好大嘅力量。點解唔係因為佢突然冇晒力，而係因為出於愛？
呢個時刻需要佢用另一種溫柔嘅方式去運用佢嘅力量。其實耶穌都係一樣，佢本身擁有絕對完全嘅能力，但為咗愛，佢選擇咗克制。所以呢一點我哋一定要好清楚。耶穌由頭到尾都冇放棄過佢嘅神性，佢嘅狀態係能力受限制，榮耀被遮掩。佢係心甘情願放低咗天堂嘅榮華，遮住咗自己嘅榮耀，而且限制咗佢神性能力嘅全面展現。點解要咁做呢？因為愛要求佢一定要咁做。只有咁樣，佢先至可以以一個真正人類嘅身份生活，同埋為我哋完成嗰個偉大嘅救贖使命。跟住我哋進入第4部分，謙卑同愛嘅腳步。呢啲行動構成咗一個非常靚嘅 V 字形敘事。呢係一條由天堂落到地上嘅路，充滿謙卑嘅愛之路。我哋睇下，第一步，佢離開咗永恆嘅榮耀；第二步，進入咗一個受限制嘅人類母腹入面；第三步，降生喺伯利恆嗰個又污糟又黑暗嘅馬槽入邊；然後第四步，最後走向殘酷嘅羅馬十字架。我哋一定要深刻體會到，呢個一路向下走嘅每一步，冇一步係被逼㗎，全部都係佢自己刻意揀㗎，每一步都係極度深沉、無法測度嘅愛嘅行動。巴赫用咗一句超震撼嘅說話嚟總結呢個過程，佢話伯利恆馬槽嘅意義完全在於呢啲腳步最後通向邊度，只有喺十字架嘅光照之下嗰個搖籃先至有意義。呢句真係太正啦！耶穌嚟到呢個世界根本唔係淨係為咗俾我哋一個乜嘢勵志嘅道德榜樣啫，佢嚟係為咗執行一場拯救行動，為咗拯救好似我哋咁樣陷喺罪惡入邊完全冇辦法自救嘅人。咁就嚟到我哋第5部分，道成肉身式嘅生活。當我哋真正明白咗呢個真理之後，其實我哋就面對住一個好實際嘅挑戰，你知唔知啊？我哋真係好容易跌入一種所謂舒服嘅基督教入邊，成日都想保護自己，一直匿喺同溫層入邊。但真正道成肉身式嘅基督教，係呼召我哋要跨越界線，為別人傾倒自己嘅生命，甚至犧牲自己嘅舒適。道成肉身絕對唔只係令我哋喺頭腦上點頭話，我同意嘅一套神學教義咁簡單，佢更加係我哋生活同行動嘅最高典範。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扎心嘅問題。我哋而家究竟係喺實踐一種自我保護嘅宗教，定係跟隨基督嗰種完全捨己嘅模式呢？第6部分，福音嘅動力。呢個至高嘅奧秘，其實徹底翻轉咗我哋傳福音嘅動力。認識呢位道成肉身嘅神，究竟點樣俾我哋力量呢？其實佢會好強烈咁驅使我哋去服侍人，打破社會嘅隔閡，甚至主動走向嗰啲迷失嘅人，就好似基督當初穿越浩瀚嘅宇宙，嚟到黑暗中揾我哋一樣，我哋都蒙召要帶住呢份自我犧牲嘅愛，走出我哋嘅舒適圈，去揾世上嘅靈魂。呢一份教義深深咁挑戰緊我哋，唔好再將信仰當成自己舒服嘅避風港，俾佢成為你分享福音最強大嘅動力來源啦。嚟到今日嘅尾聲，我想留翻個值得深思嘅問題俾你。見到呢一位道成肉身嘅上帝，到底點樣徹底改變咗你對嗰啲喺黑暗中管治人嘅心態？當我哋真係打從心底認識到呢位至高無上嘅神，竟然為咗我哋而降卑呢份深深嘅敬畏，一定會變成一股強烈嘅渴望。願今日所見能夠帶領我哋進入更深嘅敬拜，仲激勵我哋以基督嘅心為心，勇敢咁將呢份可以改變生命嘅愛帶俾身邊每一位有需要嘅人。